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的本土病例超过5万例，有50780例，有48个中重症，也有12个人死亡。湘北市的病例拢超过1万例。若死亡个案内底有一对母仔囝，是20多岁有新的妈妈为着了后破腹生囝，也毋过母仔囝拢无救回来。另外，即摆因为疫情较食力，抗病毒的口服药也有快筛试剂，需求量拢真大。指挥官陈时中即摆是表示，有咧研究要放量快筛试剂进口。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咧压悬，七十新增加50780个本土病例，有7个县市的病例数超过上千例，湘北更加是上万例。其中新北市是新增加16000多例，台北市有1万多例，现在桃园市是7000多例。整体的分布大致上还是跟前几天一样哈。那如果今天跟昨天比，大概增加了25%吧。另外有新增加48例中重症的个案，内底有12例死亡，包括之前新闻有报过的新北市迄位20多岁有新的负责人，去卫着了后出现喘气有困难的现象，落尾手这对母仔囝是拢过往去。伫12个死亡的个案内底，有3例无注过疫苗。特别注意的是，重症的个案内底有3个是少年的个案，年岁伫20岁至40多岁，拢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带院做采检才确诊。这3位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住院比如说车祸昏迷或车祸外伤，或者是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出现脑内出血这些情形。不过入住医院之后就是都有在住院的时候或者是住院的期间有检验出新冠病毒的感染。因为最近国内确诊人数直头增加，加在99%的患者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抗病毒的口服药啊需求持续咧增加。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5月初到领药的人数创下新高，即间开的药啊是超过上千人的份额。昨天5月9号，一口气这个就开了819人份的这个辉瑞的新药Paxlovid。那另外在莫纳皮拉韦的部分昨天也开立了这个218人份，所以这都是在我们这个使用口服药以来算是使用单日人数最高的。现在有民众反映讲，希望会当开放快筛试剂为外国进口等来家己用，但市长回应讲，因当伫建议疫情当严重的这2个月，会当放量进口个人用的快筛试剂，唔免申报审查等等的流程，不过效果爱家己来负责，而且袂当摕来卖。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顶礼拜有公布学校新的防疫标准，若各中、高中防疫假、课程的标准拢有放量，以9项电视课程等为主。也毋过这是引起学生甲家长的不满。教育部伫昨昏有正式发公文，予高中以下学校表示爱尊重学生甲家长的判断，学校防疫假的认定应该放量。学校内底学生接触的对象，毋是只有这为9公计范围，按过指挥中心设备调整停课标准，各高中班级确诊用9公计来课的防疫假。除了国教行动联盟指出，大部分的家长感觉真罕。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也批评9公计政策。目前有1800个民众和学生联署要求检讨。指挥官陈时中捌回应，学校应看实际情形来做规定。学校里面已经没有所谓的匡列隔离这一个停课的标准。那至于学校可以视实际的情况跟学生的教育权里面做相关的一个停课的规定。政策上路凊彩阁无配套，学生甲家长补办的路会拓开。教育部7月暗暝6点主动发函予各地方政府，重新防疫假规定，表示若毋是9公计内底学生，因为防疫目的严请防疫假，学校认定会放量，无要求附证明，无日日出缺席记录，会被考成绩评量。青年民主协会请见教育部采纳意见，呼吁学生甲家长若拄着学校有缘有无合理的限制，应直接向国教署反映。记者综合报道。若伫新北市的邦桥有一个负责人确诊，就算因兜厝内有房间通隔离，也毋过因厝内人也是会惊，伊打赶全甲伊赶出去。这个新妇国部长全敲电话予里长讨救兵，经过卫生局来解说甲考劝，才互伊登去处理，代志才收煞。警车快速出动，驶入去主题巷仔内，远经规身躯风雨衣风密密。原来接到里长的通报，有里面确诊，引起家庭风波，互周围大的亲人赶出门。他一直喊说：“里长救我，里长救我！”因为我确诊那个快筛阳性，然后 PCR 也是阳性，
然后我家人要把我赶出去啊。就因为我们是开扩音的嘛，所以那时候是警察跟那个当事人在讲话。这个查某囡仔哪哭哪敲电话求助，里长是一面甲安慰，一面报警，互双方会当对话。原来伊住伫新北市板桥公寓，厝内除了翁婿，还有大伯、大家官甲一个义工。这个查某囡仔车啦快筛阳性 PCR 采检确诊了后，里长讲伊厝内长辈烦恼会好为着，虽然有独立的空间，初到开始坚持无要互伊住伫厝的。好佳在警方持续讲好话甲考劝，佮提出相关的法条一个一个说明，才暂时化解这个危机。同住的家人，也就是隔离者，如果家中的条件没有办法来进行隔离的话，可以向卫生局来申请自费入住防疫旅馆，进行3+4的隔离及自主管理。依照防疫规定，居家照护采一人一间，若做伙大的亲人有疑虑，也会当申请住防疫旅馆。卫生局强调，除非厝内有特殊状况，无法度一人一间，也是70至79岁的长辈，有新的负责人35礼拜以内，65至69岁独居的长辈等，满足相关的条件，才会安排收治集中检疫中心。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龙山分销公司即马因为确诊人数较济，所以已经有规定讲，爱快筛阴性的人才使入去市场内底做生意。也毋过有媒体即马是亚讲，有人确诊啊，煞继续咧做生意，出入，拢无通报，而且佫摕别人快筛阴性的证明去通过检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即马是呼吁讲，做人就要老实。若北龙嘛强调，已经有派人咧回收快筛试剂，总共有抓到，就会依法处理。台北龙山维销公司为测试透早起，拍卖员甲中介人员进入市场，拢需要摕快筛阴性证明。当地新规定上路的时阵，未少人伫现场做快筛。北龙规定，入去大卖市场大门进前，将快筛阴性证明予现场人员查验了后，就会当入场。也毋过，这款的防疫号可拍折，已经有民众向北面媒体压了，家己确诊了后，知影带做伙男朋友亲人也着病。也毋过，有缘继续伫北龙第一果菜大卖市场工作，也无人通报，也摕其他人快筛阴性证明入场。有抓到不是他的，那这个也是要有相关的证据。重点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要诚实啊，我们也不可能跑到你家去看着你做嘛，对。如果是快筛阳性而做隐匿，那致使人染疫，那传染病防治法是有一定的处分。不过这也要看它事实了哈，那由地方卫生局来认定。到初九，北龙确诊数来到159人。第一果菜大卖市场49人，第二果菜大卖市场110人。强调快筛做假事件，要爱进一步了解，若属实将向卫生局告发。进场的入口都有查的人员检查是否为阴性，并且回收快筛试剂。我们会依照他的情节，我们予以告发以外，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会予以停止交易。快筛真假安怎查？北龙也无法度提出具体办法，因为快筛试剂用过就单调，并未制作所谓流水号码提供查验。啥人买、啥人使用过，根本就无法度追踪。专家建议，若疫情严重，也只会当改做现场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场。记者综合报道。介详先，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顶半天，各地高雨低渐准雨。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4个所在发布大雨特报，而且对流云系发展有较旺，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水利署嘛有针对高雄市发布淹水警戒，乡亲爱设置单雷公甲强阵风。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咱全台湾是透西南风加水气，因为安尼，所以顶半天各地高雨低渐雨。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屏东4个所在发布大雨特报。若早起雨会较粗，到下晡才会小可冷雨，也毋过诚紧。明仔载阁有方面晚间，水气阁会变高。温度方面，今仔日的低温大约是22度至14度，高温是比昨昏还阁较低淡薄啊。北部的高温26度，其他所在高温是17度至30度。另外，要提醒乡亲，拜六礼拜黄霜雨方面就会到位，偶有短时间的强降雨。西半部、东北部有机会会上大雨，而且温度嘛下降。拜六到下礼拜一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天气就变较凉，低温敢若剩17度尔，乡亲爱穿好少。再咱做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伫昨昏三读通过地方制度法修正案，规定未来要指派代理人，袂使指派配偶、前配偶，也是4顶亲的亲人，也有3亲顶的姻亲。
来看自由时报。咱国内4大医学会有联合公布2012年新版的高风险病人会指无正常的临床治疗指引，加这高风险族群的治疗目标，对白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的脂肪倍，搞造成中风、脱血路的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对100降到70，也是搁较低。呼吁爱重视高血脂的威胁。来看联合报。因为疫情的关系，上海地铁昨昏公告讲，对昨下晡1点开始，上海地铁6号线甲16号线全线停止营运，这是通车29年来头一届。另外，北京嘛有各封5个地铁站，目前北京的地铁有13条路线70多站，即马拢停止营运。来关心疫情，咱国内疫情大爆发了后，防疫政策嘛直直咧改。民众即马是有咧关心讲，若进前买的防疫保单，即马敢会理赔？金管会有招保险业者去开会，即马拍算要用所谓健康证明来代替诊断书。毋过产业工会是表示，因愿意接受所谓证明，毋过也是保留查核的权利。急诊外口的体检站排队是排甲落长。这个人有的是要来做 PCR， 有的是要来申请诊断书。为着小偷要申请诊断书，便于急诊人客甲袂过情形，政府规划以新冠病毒所谓健康证明来取代医生开的证明，想袂到煞引起保险业者的质疑。乱调整、乱滚动，搞得百姓莫名其妙。要那个前后一致，不要改来改去。面对防疫保单的乱象，下晡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嘛亲身出面，请保险业伫咧采用所谓健康证明等兼顾各方需求的方式之下，协助投保的人处理理赔申请。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难免基于各自的立场而有不同的主张，请保险业以建立长期信赖关系为出发点，在采用数位健康证明等兼顾各方需求的方式下，协助保护处理理赔申请。目前大部分的防疫保单拢有规定讲，确诊甲隔离拢爱附隔离通知书。不过，即个产险业者甲金管会伫咧讨论的时阵，意见袂合的关键，就伫咧保险业者认为讲，所谓健康证明的内容，无法度有完整必要的资讯，亲像顶悬无身份证号码、该诊断的医师的资讯、医生开什么款的药啊，互伊等等，嘛会烦恼有伪造或者是登记不实的问题。经过我们跟这个卫福部沟通之后，他已经同意把这个身份证字号的栏位加上去。那这一张主要是在证明这个确诊新冠肺炎做这样的使用。它的内容其实跟医师诊断证明的内容其实是大部分是一致的啦。根据金管会统计，目前国内拢总有12间产险业者伫咧卖防疫保单。保险局强调讲，所谓证明是真是假，会当为纸本顶悬的 QR code 来做查验，而且拢会有医师的诊断才会当做 PCR。保险公司唔免伤过烦恼。针对这点，产险工会发声明表示，愿意接受所谓证明。不过，个别保险的理赔案件，理赔的审理要是按照目前的法定、个别契约甲保单的条款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27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082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448323例。中国嘅病例伫 WHO 的统计数字超过137万例，日本超过800万例，韩国超过17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嘅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3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嘅国家伫英国超过22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900万例。来关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经济情资，伊即马是表示，俄罗斯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风声会阁升级。若战术的方面，俄罗斯军方继续咧攻击乌海港市敖德萨，这个所在受严重的攻击。若伊周末嘛有发现44个尸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7日伫参议院表示，根据证据，普京拍算纠正乌克兰战线。We assess President Putin is preparing for a prolonged conflict in Ukraine, during which he still intends to achieve goals beyond the Donbass. The next few months could see us moving along a more unpredictable and potentially escalatory trajectory. 乌克兰官员表示，乌海重要港市敖德萨向俄军猛烈攻击，这个港市伫俄罗斯胜利之了后，前一摆互导弹攻击，其中使用超高音速导弹，一个购物中心、一个仓库被拍到，明显是为迫害基辅防疫正重要的补给线，加西方武器的运送。Находимся на объекте, в который попала русская ракета. Всего было выпущено по Одессе 7 ракет. Д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работающе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на котором шел рабочий процесс. 东北部都市伊久姆市一个捌伫3月互俄军摧毁的建筑内底找到44个遗体。伫乌海蛇岛战前，俄方表示，俄方为空中甲海上目标夺取蛇岛的计划失败。战前，俄军表示破坏俄军直升机甲小型舰艇。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и на берегу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еще 3 прибитых с моря тел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диверсантов.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терял в районе Змеиного 3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а Су-24 и 1 истребитель Су-27. 蛇岛因地理位置接近克里米亚半岛，被认为是乌克兰掌握乌海领土的关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俄罗斯拍乌克兰即马恐惊也进入长期作战。乌克兰去申请加入欧盟嘛，已经申请一段时间啦。法国总统马克宏伫欧洲议会演讲的时，伊是建议爱护欧洲共同政治体这个概念，来保护欧盟边仔的国家。伫参与的成员大家抱到声当中，法国总统马克宏行去台顶演讲。马克宏找到去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而且针对乌克兰的情势，提议会当推动一个新的欧洲政治共同体。Cette 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nouvelle permettrait aux nations européennes démocratiques, adhérant à notre socle de valeurs, de trouver un nouvel espace de coopération politique, de sécurité.de coopération en matière énergétique, de transport, d'investissement, d'infrastructures, de circulation des personnes et en particulier de nos jeunesses. 马克宏表示，欧洲的目标是希望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会当赶紧结束，嘛真全力，互罗西亚永远无可能来占领乌克兰。因为乌克兰透过伊的拍拼，也有甲罗西亚对抗的勇气，已经是欧洲联盟核心的成员。不过，乌克兰要正式加入欧盟，需要27个所有会员国的审核甲同意，因为过程牵连到政治、司法甲经济体系，也有环境、食品安全等等各种领域，拢爱符合欧盟的法规。这可能都要几啊年的时间，甚至是几啊10年。另外，经过疫情甲战争，也有财务危机的观察，拢显示欧盟有的部分是真难，所以伊提议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互伫欧盟以外，毋过地点是伫欧洲的国家，亲像是英国甲乌克兰等等的国家，拢会当纳入去新的共同体内底，受到保护。嘛，希望6月份的欧洲理事会，都会当推动这项体制的改革。针对这点，德国总理小组对这个理念是真有兴趣。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昨就职，官方无邀请咱台湾去参加。有学者是认为讲，因为中国即届是派出国家副主席这款大官去现场，所以无可能来邀请咱台湾。也毋过尹锡悦有强调韩国甲美国的同盟，所以学者嘛认为讲，未来伫美国带头之下，甲咱台湾应该嘛有更较侪交流。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7日举行就职典礼，除了有咱国驻韩代表等173个外国赛者参加，新加坡总理哈里玛、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翁仔某任德荣、日本外相林芳正等也参加。台湾原本照例由立法院组团参与，不过因为疫情取消规划，官方代表并不正式受邀请。那韩方表示，这一次呢，他们原力未能够邀请。我方的这个官方的代表来出席就职的大典，所以我方呢，我们会用这个适当的方式来向韩国来致上我方的这个祝贺。这届台湾无受邀请，学者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派真受习近平重视的王岐山出席。这是疫情以来中国国家级领导人头一届行出国门，显示中国对新政府的重视。目前北韩的威胁升悬，需要中国协助的南韩，无可能在这个时阵惹麻烦。对于韩国来讲，它的重心还是放在于北韩问题跟韩半岛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希望在过去过度节外生枝，说介入
没必要的地方冲突。学者分析，南韩自从甲咱国断交了后，两岸政策基本上拢无变动，未特别提起台湾议题。啊，毋过即马温锡也强调韩美同盟，国家持续扭紧美日关系。学者预测，说来会更加挖紧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时阵，甲台湾合作的可能性变低。他也会积极的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许我们经过美国的这个撮合，我们有一些可能是关于中共跟北韩的这个军事动态或者军事情报的那个交换或者交流。里面认为，美国总统拜登要去南韩访问，一定会对台海议题有所表示。虽然外交关系突破的机会无大，不过台湾甲南韩民间的文化甲经济交流一直拢伫哩。疫情前观光的热度也不加悬，未来可能会更加强。记者综合报道。那菲律宾顶一日进行总统大选，即马选票是爱算到月底才有可能会出来。即马根据民间的统计，独裁者马可仕的后生小马可仕赢面真大，应该会选掉。不过反对派是认为讲，这场选举有问题，已经去选委会抗议。几落百的民众围伫选委会门口大声抗议，警方以电步队形阻止民众走入去。以少年学生囡仔较侪的抗议民众，除了不愿依顾独裁者马可仕以伊后生入主马拉坎南宫，也认为伊靠遮尔侪钱建按媒体甲社群网站的言论，互规个选举有真侪问题。现年64岁少年马可仕是前独裁者马可仕的孤囝，自细汉定定对伊的父母伫媒体头前出现。1986年，老马可仕伫人民力量革命城中退位，迄个时阵较无30岁少年马可仕对伊的爸爸流亡夏威夷。5年后重回菲律宾，佮当选国会议员，延续家族的政治行为。老马可仕虽然是伫抗议声中落台，不过也是有袂少民众，特别是伊故乡的乡亲，也是怀念老马可仕做主的时代，这届大选支持少年马可仕的都未少这种的选民。I know that now that Bongbong Marcos will be our president, we believe that our nation will be great again. 少年马可仕伫选前确定了后，也伫竞选总部出现感谢所有的支持者。Any endeavor as large as this does not involve one person. It involves very, very many people working in very, very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to all of them, I thank you. 70选后头一个上班日，菲律宾股市有小可落，不过披索兑换美金的汇率煞小可升悬。路透社报道指出，少年马可仕未来伫政策大概上依照杜特地的路线，以增强经济成长为主，包括投入大型基础建设，佮甲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美国的分析家认为，伫围堵中国的大战略情况下，华府当局也是会救少年马可仕，所以准讲小可伫批评民主，原来会甲菲律宾保持友好关系。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媒体 CNN 是报讲，俄罗斯有2个记者伫新闻网站写30篇文章，批评普丁无应该入侵乌克兰。那俄罗斯伫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停权了后，联合国伫今仔日会选出席客来补这个位。来关心新加坡的总统参加南韩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时，两边的总统有见面，马拢强调会透过多边协议来强化区域的经济合作，而且嘛有讨论到南韩要加入 CPTPP 的代志。来看全世界第1号野人马斯克，伊之前甲推特买落来啊，伊即马讲伊会随撤销推特对前美国总统 Trump 的禁令，让 Trump 会使继续搁伫推特用伊的口做。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有更新美台双边关系简介，内底内容有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抑个无支持台湾独立这字句拢已经提掉啊，佮新增加6项保证甲一中政策。那美国的舰队昨冒驶过台海，有学者是认为讲，这个新版的内容内底是较搭紧拜登对咱台湾的政策，也毋过只是字句变动尔，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点开美国国务院官网台美关系的简介，伫册5大更新，除了介绍台湾作为民主带头羊，加科技重镇，是美国伫印太区域的重要合作盘。差别就是将进前的版本，开头的美国认知的中国立场时，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等字句删除，增加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联合公布加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强调美国的相关的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也看到，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重新恪守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对台承诺是坚若磐石。AIT 也以声明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一直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联合公报甲6项保证为指引，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对台政策不变。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认为，虽然之句有调整，也毋过无脱离一中政策，也无达到中国红线。学者也认为，这个调整只是更加符合拜登政府对台讲法。这个动作事实上跟美国的战略政策是这个一致的。过去美国在定义台海政策的时候，不会把6大保证放在里面。那这个方法其实也不是从拜登开始放的，而是在川普执政时期。那拜登上台之后，这方面是萧规曹随。李台中分析，这个月会当讲是美国的印太月，加上拜登将要访问日韩，还有四方会谈，明显拢会讲到台湾议题。这个时阵，就国务院的官网文字调整为拜登从前以来对台的官方讲法，也是典型一种态度，要强化甲台湾的合作伙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因为伫外海军演，伫咱台湾上晚的时间300公里。咱国防部是强调讲，咱一切拢有在掌控。另外，咱的国军嘛伫东南部的海域进行4天的飞弹射击。那中国军机嘛飞入来咱的东南空域，可能是来收集情报。中国航母辽宁号的动向最近引起大致关注。为此，为东海进入西太平洋了后，一路路南朝演出现伫台湾东部外海，离台湾300公里，离日本石垣岛上近也有160公里。辽宁号伴随福岛南、北极南，展开南载战机、直升机起降训练，加上强机最近定置伫咱国东南空域外界巡回，无排除甲辽宁号进行海空联合操演。我们对于中共的各种可能的行动，都以料敌从宽的一个原则进行评估，也列入敌可能行动妥为研讨。台海局势相关，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感警掌握中共基南动态。辽宁号的军事行动互放大检视，军事专家分析，俄罗斯伫5俄冲突失败，福强军反输加上国际强化挺台力度，辽宁号这摆大动作操演，也有威胁日本经过国际政治意思。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家事，你外国你不配管。他无法远航，他只能在这附近打转转。你太远，如果说超出你的携带的油量啊，那你就没办法去。防看作光大主力的东部战区，顶伫则伫台湾以东甲西南空域进行实兵操演。都结束，中共阁宣布，初十开始伫南海有军演，有专家认为，中国反制美国意识真高。国军继续强化去国民作战，中共于初十连续3天伫东南部海域进行火炮试射，也派出无人机、精苏飞弹数据，指挥作业车也伫华美监控。拄好强机透早也派出战机进入咱国东南空域，精苏意识真高。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东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追已进入ADIZ，向我飞航安全继续回转处理。这摆飞弹射击射程超过200公里，范围向外延伸超过6岛甲南苏，研判是验证向西还是向敌精挺型飞弹。另外一只中国军舰透早5点出现南苏东北风60里往南航行，研判进入巴士海峡。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关心听众奥运，即马当伫巴西举行。咱台湾的代表队即马风声有13个人去画着，内底包括教练甲选手。若无去画着的选手是继续咧比赛。若咱的射击选手高雅茹，伊伫女子25公尺手枪的决赛摕到铜牌。这一届射击队伫即摆的听众奥运，计共摕到1个银牌、2个铜牌。比赛结束了后，因就会随坐飞机返来台湾。In this final, in first place is now. 伫车站20公尺空气手枪摕到银牌，高雅茹挑战15公尺火药手枪项目，进入决赛都面临枪支去卡掉的问题。不过伊沉着面对，第6轮是5发全中，可惜到第9轮，搁一摆枪支卡掉咧，只射1发。最后15分摕到铜牌，高雅茹这一届比赛总共摕到1银1铜，约为伊个人伫2009年台北厅学上好的成绩。
同一天比赛，还有网球女子单打8强赛。80岁老将何秋美对决斯洛伐克选手，开赛无偌久就球上大腿，不过伊用丰富的经验，一直攻击对方弱点，制造有效的攻击，最后克服伤势，以指导机拍败对手晋级4强。现在很开心啊，因为单打好像已经超标了，因为我的目标是前8而已，那结果打到前4，算很不错了。顶一届跳金牌林嘉文也用指导机拍败塞尔维亚选手，摕4强门票。最后到田径场顶悬，晋级跳冠决赛，台湾代表王世辉一直胜距离是真紧张。最后拼命一跳7公尺空白，摕到第4名。另外一个前一天伫天球跳得到第4名甘宁琪，伫跳完项目是成功进入决赛。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即马疫情滚价，快台市这澳币真抢市，所以台南市即马为着要鼓励老人出来做预防车，是宣布讲65岁以上的时代，若出来做预防车，就当免钱去领到2支快台市这。资本卫生所拢无啥人来注射，也毋过即马要注射，搁要排队。林德卫生所头前，佫出现民众排队等要注射疫苗，若是65岁以上的注射，佫有物件通摕。有3500块的礼券，同市政府佫加码，佫赠送恁2个迄种快筛试剂，来注射，佫有免费快筛试剂通领。台南市府宣布这个措施，有人是专工来注射疫苗，因为因无想要去药局排队买什么侪快筛。当然要送，当然是好啊。他们去排个。我来那欢喜咯，免搁去排，来需要免搁去排，欢喜啦。卫生所表示，进前一天差不多10个上济20个人预约来注射，即马因可能爱准备搁较济快筛试剂，毋过嘛是有人是找到活动进前注射，想要来领快筛，煞加走一抓。我4月13号。哇，安尼袂当。袂当哦。因为伊主要是针对讲吼，早上开始注疫苗的啦。今天才开始领取，但是我们会追溯到5月9号。如果年次在46年次，还年满65岁的话，如果在外面的诊所或者是在我们卫生所有施打那个新冠肺炎，不管是第1剂、第2剂还是第3剂，只要在3天内都可以来卫生所领取2份市政府提供的免费快筛。真侪人讲，台南市府这波必送卫生纸甲礼券有效，会当吸引老大人赶紧来注射疫苗，保护家己。记者邓爱文、刘伟做台南报道。亚历大湖即马金针花长得开，真侪游客来看花，但佮嘛造成一寡问题，亲像是乌白停车、乌白平粪扫，佮较含的是为着要翕相，所以甲花丛打过。公所国部长爱关一工先整修，若即马重新开放了后，车已经袂使入去啊，民众要入去拢爱用行的。规片看起拢是大开的金针花。就算伫咧花叶困日，也是声袂少游客来遮赏花。伫咧苗栗大湖社寮交保花遮的金针花，加做最近真受欢迎的景点。毋过，侪人阵造成交通的问题，甲环境受到破坏现象，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大湖乡公所伫咧初九宣布封起来做整修。游客他没有公德心，他为了要取景、要拍照，直接跑到花丛里面。把一些很脆弱的金针花糟蹋得一塌糊涂。爆花边的入口已经有扎起来，禁止车驶入去。乡公所派人去清理现场遐粪扫，内底还佫真明显会当看到几个所在拢去用破坏，因为暂时封起来，互游客感觉真无奈。毋过当地农民希望讲，公所会当甲相关的配套做好势，解决违规停车，还佫有人阵伤济造成的乱象。可惜啦，那可能大老远来看的人都要走比较远。你要有一个停车的位置，车子没地方停啊，整个马路就乱象。原本车是会当直接驶入去，毋过煞造成交通的问题。大湖乡长表示，接续会新增加停车场、甲交通疏导的措施，设临时的便扫等等的方式，来解决人阵带来的问题。今天就确定不封园了把它开放，然后呢，我们会做很多停车的指示标志呢，按照规矩来走。礼拜六、礼拜天，请分局
派警员在当地能够执行交通这方面的工作。经过一天大大封起来做整理，大湖大溪的金站花海伫初10重新搁开放。香港所嘛希望刷落来飞机，游客若来遮会当共同来爱惜甲维护。记者综合报道。雪霸国家公园关部地区的大路林道东线是去大坝尖山主要的爬山步道。雪管处即摆已经宣布讲，对5月20开始，要开放一般的脚踏车嘛会使骑入去内底，会先试办1档。有民众是表示，大部分的路道是人甲脚踏车拢会使做伙使用的，也毋过嘛认为应该爱做好总量的管制，安尼才会使减少对环境的干扰。研究团队骑会当爬山的铁马，骑入去关埔地区大路林道东线，即届要用无共方式行这条登山步道。闪过大型工程车，一行人向前骑。虽然路有2-3公尺宽，路线真弯，搁真侪碎石啊，袂少所在搁有崩山。刚才这边都还有听到落石下来的声音，所以即便最近没有下大雨，这边还是哇，这边就崩了。这条大路林道东线是爬大坝尖山山下最后的步道，单一抓长度19公里，除非经过核准的车，山友敢来当行路进出。雪管处一定伫这个月20开始进行1年试办开放铁马进入，也由研究团队甲专业的教练实际行一转，随时进行变动的调整。雪管处表示，希望林道的价值会当更加多元，不要影响到山友甚至于当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的人也会在那边进进出出可能也是要互相尊重。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条林道，常常崩塌。其实它路面有的段落是有比较破碎大石头，所以呢，千万不要好像去爬个郊山的心态来这边。雪管处提醒，部分路段也是人车共路，都要提醒车友放慢速度，也当小可出声提醒，避免人甲车相撞。资深的导游我也真赞同，不过烦恼的是骑车人伤济，造成人车冲突，也是伤过头影响环境。脚踏车的便利就是会让更多人更方便进入嘛，那相对的所带来的垃圾量跟厨余的量也会增加。资深的导游建议爱用总量管制，雪管处提醒，若是要骑入来，应该爱用爬山专用的铁马，食的也甲保暖的工具拢爱传，另外考虑家己的体力，减少意外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地远方上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潮州的西雅公园有装一排蠓仔拢会惊嘛，唔敢watch的电火。民众感觉讲安尼真赞，因为食饭饱想要去公园行行咧运动，就唔免惊互蠓仔顶甲大扑小扑。公所是表示讲，即马是当在试办尔，但是效果真好，未来伫别位的公园嘛会来斗。阴暗的公园内底，一寡民众真自在咧行棋、开讲甲散步，拢无咧惊蠓仔飞来搅扰。原来专靠这趴黄色的电火。这边是狮子公园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景观灯，它所用的灯泡的光源是蚊子会在蚊子的眼睛里面会产生到刺激啦所以蚊子会不敢来。我们换了这个光谱以后，我们整个公园里面蚊子就没了。热人的暗时，蠓仔夜飞，河顶几粒雷嘛无伊的法。潮州镇公所伫西雅公园设专题园头一搭会当赶蠓仔的电火，内底的电火球是利用一种蠓仔会惊的光线来互因唔敢接近。那它之所以可以驱蚊，是因为利用它的特殊的光波，达到它的效果，不但省电，而且照明效果会比一般的传统的钠灯还要好。乡亲嘛感觉这拍电火有影有效，镇公所也讲，西雅公园试办的效果若袂歹，未来也要甲镇内的公园拢换做这款电火。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这是咧屏东市民生国校教册笔名合作阿德尔的儿童绘本作家陈文德，伊甲搭已经出版10本的囡仔册，即马阁有新的作品，是希望透过轻松的故事，互囡仔对通拖有兴趣。因为介大自然，饲真侪通拖的儿童作家阿德尔最近阁新出2部绘本，其中的派草稿 Jack 就是咧讲龙珠回头的故事。坏螳螂杰克，他在讲一只螳螂，他一直在想要做坏事，大家都很怕他。可有一天他不小心意外的救了一只蚱蜢之后呢，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
那他也开始思考，就是说啊，那我应该是继续当坏螳螂还是当好螳螂？这是关于教育的部分。伫阿德哥的作品内底，常常会甲烘托，比如做甲咱人共款，会讲话、会思考，透过趣味歌条的生活故事，了解生态环境，嘛，互囡仔熟悉各种烘托的模样甲特性。比如说，他们讲到昆虫的保护色啊，生物怎么去保护它自己啊，所以这里面有提到什么呢？他们当时这些昆虫为了要对付坏螳螂杰克，他们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啊，比如说，他找齿货去学习那个怎么拧太层树枝。伫嘉德堂的飞行大赛故事，因为住伫树林内烘托，惊互人看破下手，拢无愿意参加飞行大赛。这时阵只有嘉德堂甲徛出来，为着比赛密鑼练习，最后拍破将堂的意料，赢得冠军。因为撞到了春象，然后呢，他春象发出臭屁之后呢，把跟他竞争的那个蜻蜓冲昏头了，所以他飞错边，那最后乔云宠还是得到冠军。除了精彩故事甲烘托对话，绘本后壁还有烘托相片、形体特色、生态环境、海洋知识等介绍。阿德哥望透过这个作品，会当加深囡仔印象，引起因研究烘托兴趣。记者综合报道。伙房是客家传统文化内底真重要的元素。伫屏东慢慢遮就有一间客家伙房，即马改做册店，互大家会当有舒适的环境来看册，嘛毋茫互民众培养出看册习惯。屏东万峦的四桥水社区有一间福房有机册店，内底册种类是800款。虽然叫做册店，毋过遮毋卖册，是要互你换册。也提供空间，互乡亲会当伫遮看册。我觉得这个书店在这边，就是说最起码它一个闲置空间的利用，还有因为我们这个书店是在我们林家火黄，顺便也知道我们一个火黄的一些文化。这个闲置空间在这个利用的话，而且我们这边环境我就觉得很优美啊，很亲近。福房是客家人的传统建筑，就是家族一大群人大做伙的所在。这间册店原底是在地林家的福房，佮捌互清代的皇帝康熙封做是忠孝堂。即马这间祖厝改做册房，要重新搁再利用的机会。我们现在万峦乡除了我们图书馆的本馆，也在嘉左地区也创立了全国第一个跟学校合作的一个嘉左分馆。这里我们这个有机书店，我也把它当作是我们图书馆第3个的一个据点，甚至在我们万金的旧的卫生室，我们也把它这个做了一个青创中心。甲在地古建筑重新改造做图书馆甲青创中心，万峦乡未来也要推出更较侪活动，毋茫会使培养民众读册兴趣，佮有风气。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去法国首都巴黎塞纳河过去是因为工业化的关系，加上人口增加，塞纳河受污染，而且佫臭毛毛。也毋过经过当地政府也个民间几年的拍拼，塞纳河即马水质已经有改善。法国政府佫宣布讲，2024年奥运的开幕典礼就要伫塞纳河举办。法国的塞纳河是首都巴黎的心脏。市府逐个月拢会派水质检测人员来验水，甲检体送到实验室，观察塞纳河水质的变化。已经做了几60年，伫过去10年来，敢若用目睭就能看到水质的变化。The transparency and clarity. Even fish are starting to reappear. 工业化也有人口变多，塞纳河和人力污染变成了臭水池，甚至鱼也无法度活。政府伫咧1980年代制定法规，并且去污水处理厂，即马工业废水污染的比例有降低，不过达人监管指数也是超标。We find many things, particularly cases of contamination linked to human presence, especially traces of fecal contamination. These analyses will allow us to measure the concentration. 禁止一个塞纳河生水游泳这项规定，自1923年就开始实施。虽然即马水质有小可改善，不过也是无到会当开放予大众的标准，但是也是有例外，亲像是负责处理水上事务的警察。I'm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ny boat getting too close for their own safety.
水上警察一个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若人墜落去水下，或者是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时阵，就要随赶到现场协助救援。伊拉伫民间是自发性的发动净川运动，利用吸体去吸咱伫咧河川的大型粪扫，亲像是奥多拜、卡达车。敢若是去年因着自塞纳坡河底发现超过11吨的金属废料。Was it heavy? That was a heavy one. Are you pleased when you pull something out? Well, it's out of the water, so yeah, it's very satisfying. 大家最近出力发挥家己的力量，共同改变塞纳坡的命运。水调以臭水池的歹名声，法国政府北讲，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开幕典礼加部分比赛要伫塞纳坡举行，等到奥运结束了，就会开放予民众落去游泳。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巴基斯坦这个所在是全世界做三个大国，洋个纺织业是高污染产业，染料会污染水源，即马工厂阁使用涂炭在发电，连空气嘛受污染。费萨拉巴德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同时也是纺织工业重镇，这有上百间的纺织工厂，生产的纺织品为外口到手巾拢总付，然后销去欧美各国。纺织业带来经济效益是真惊人，占 GDP 8.5%。不过对伫后边来就是污染问题。Here are the washing machines to clean the clothes, to remove all the dust. We use different chemicals to wash the fabrics. We have soap, fabric softener, and hydrochloric acid. We use 40,000 to 50,000 gallons of water per hour, and all of that water goes straight into the city's main sewer system, untreated. 垃圾水直接排到下水道，纺织厂无废水处理计划，甚至改善水污染的方案。因为对因来讲，这员工是提悬生产成本，那呢对降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止水质污染，工厂烟筒排出的污烟，佫是直接影响到附近的主题区。You see, these factories are right next to our houses. They give off this black smoke day and night. You see, here the ashes of the factories are deposited everywhere. 唔是所有纺织厂拢是安尼，离市区30公里的一间纺织厂，过去50年来生产家用纺织品，国内外拢真有名，是巴基斯坦国内前15大出口商。这个家族企业即马要转型，调向对环境更加友善的生产方式。The young generation, we are more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we can take initiative. 喺外口就因看到纺织厂的污水处理厂用过水经过定时回收了后，用过利用，一年应减少35%到40%用水量。生产伤过济也是一个大问题。伫当地市场内底，原本一领50欧元的长裤，即马只剩新台票150块。有的好好，有的只是有少少问题。不过，拢互服装品牌当作本色留地工厂。目前巴基斯坦政府还未立法杜绝这情形，互当地踮伫气候变迁甲暖化风险当中。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全世界受疫情影响已经两三冬啊，疫情甲哪个也未收煞，科学家是步数真短，要想办法来消灭病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近有成功用新型的紫外线来消灭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互一寡微生物会当失去活性，会当消毒灭菌，而且袂伤害人体。全球新冠疫情还未结束，不过伫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这个门诊告示，互人较放心。顶原写这个空间有继续性的空气甲表面清洁，这个区域装安全的原子外线 UVC 杀菌。内底气候医所就伫GGG 纳米波长紫外线灯火之下治疗病人。The physics is that this far UVC light simply can't penetrate through the dead cells that are on the very surface of our skin or on through the tear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our eyes. So it can't actually reach living cells. And if it can't reach living cells, then it's safe. 根据英格兰利兹大学研究，GGG 纳米波长明杀死细菌甲病毒，不过用伫5分钟内，可以失去98%活性。就算喷入更加侪微生物到室内，伊的活性水准也是真低。事实上，紫外线杀菌伫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看到，比如波长是50纳米，不过伊的波长较会致使皮肤癌。
拍伤也上目睭，加能限制伫医疗设备的消毒、甲食品消毒。人民在场，222纳米波长较短，免穿透人体皮肤，用伫密闭空间，比如剧院、超市，都有机会验证是毋是对新冠病毒疫情有效。不过，伊伫空气的效果上好，若固体表面有头粉对组织更线，若要彻底预防病毒传播，也是骨力切表面。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关心天气，甲乡亲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有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